其实 consequence 是情绪的结果，不是 A 导致 C。你说他一个我搞啊，我把他招入对方很开心。你公司不合理的信念是，每一个人见到我一定要跟我打招呼，我才开心。我的学生每次看到我都要跟我打招呼，我才开心。所有人见到我都要跟我打招呼，我才开心。他说那个所有人这是问题，不合理，每一次不合理。我不可以心情不好吗？可以，因为心情不好我就不会跟你打招呼，对不对？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心情如果被打招呼，我不准啦，是不健康啊，我最近的人心态有松快啊。所以我们人的不合理的情绪、不合理的信念会引发不合理的情绪，这个就是IE的他讲的关键。我们一般人以为压力怎么来的？是外在环境挫折啦、冲突啦、压迫啦、变迁。可是你特别指出来的就是，除了外在环境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自我引发的压力。我们心里那个环境，而且是不合理的解释。所以他说，心理学家，他认为很多人因为对自己或别人持有非理性的信念而承受不了，承受不必要的压力，也可以不一样，他只要转个念就可以了。第二点就是一些我们不断将它内化，而且导向自我挫败的想法，然后自我挫败的。所以你看你下的符 A、B、C， 那怎么办？你用 B。也在活动，A 这个能力来做活动 ，A 我能力让你讲呢，有简单，这个才叫简单 ，A 让你讲呢，那是我这方面，不是自我不是，然后呢，不是让我们来感我干，然后我前天原路，非常标准，要那种情绪改变的效果，产生效果的新的感受就出来，感恩的情绪就出来。好，所以最后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非理性信念 ，Alice 讲的总共11点，慢慢来，100两结婚，100。一个人应该被作为的每一个人身上哪里有问题？应该，再来。从这一股，除了应该，各位把不合理地方选起来，应该是不合理的，每一个人也不合理，把不合理地方空起来，来，第二句来自于。一个人必须能力持久，在各方面都有成就，这样才能有价值。哪里不合理？必须空起来，过来，各方面，拿过来。年走久，对吧？然后年走开年，他都羡慕了年走久高的路第三句。这哪里不合理？应该不合理。那我记得完了呀，或者跟你讲过嘛，我放飞路这种东西，我就是开机这个有产物那个不必要画面，你知道？结果看我们那过了2年2年多久，我也一路前后比左前轮跨，左前轮比右前轮跨，右前轮到 B 级的体验中跨，然后这个 B 级的你也掌控玻璃100%，因为你开路线，所以我让你4个类都画面，然后开路线，然后正义使者正德书院开灯，看到第5开会。我看东西说很感动，美国自己比起也让我变化，所以我们老师就教你，坏的就是恨啊，一个有恨的就是输了没有他坏的显中间自己回路边不守规矩，人家说我是白不搞，我保护比较懂那些那比较懂自己的路线，因为他有条件开不开。
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。好，来第四句。好，那哪里不合理？可怕，这个来，未有记忆对呀，这一段一定会有记忆。例如。对，哪里不合理？外界再过来，无法控制。对，好，第二。哪里不合理？必须 ，OK， 还有有理，好，来，第七。哪里不合理？逃避啊，好，逃避，都第八。OK， 好，哪里不合理？好，好，这些点底下没有念完的，你们自己念啊，看右边啊，你们自己看第9点哈。所以第9页的上面，就以反复合理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错误的公式是：我喜欢这样，可是你的不合理性是我应该这样。哎呀，我喜欢高很勇敢，我应该高很勇敢，那个不准。啊，我喜欢能力十足，我应该能力十足，各位喜欢的应该是这样。啊，过来很难，这边有嘛？哎呀，不行困难的。啊，我说，这没办法的。哦，很难咯，不是没办法咯。哦，过来一定，那你反正不能一定，还是一定，所以一定应该必须，你一定要怎样，我一定要怎样，你应该怎样，我应该怎样，你必须怎样，我必须怎样，这个是比较完美主义的啊。所以也许跟一定，它也许这样，可是你本来认为一定是这样，有时候这样，你把认为总是这样，啊，找别闹呢？你找别闹吗？无，你是讲扩大解释，因为找别闹，他总是知道，无你偶尔知道，哦，所以我们就是会跟很感冒，总是这样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有时候这样，有些是我们对面的问题。某些跟所有我们当然以前面讲的是连接多元的。我在孩子第1个时候，孩子今天好吗？大班的说还不错，还好，还不错啊，还好过，另外还好不好？那一次他很强烈不好，不好，我说不，讲的今天他挺有出来的。我说发生什么事？他说。班上同学都不理我，我一个人都没。我说，然后开始生气，问题要从你哦。说你的意思是全班同学都不理你，然后他就讲没有啦，就是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。那个时候我就安静原来是有4个人不理他。可是这个时候我会跟他讲说，这马上记忆大家过去的来个不能这样，大家跟他同意，我关系很快，难怪你开心，因为前面人在就黑天底，后面他就像其他，左边来开工位置，右边来去聊我们看看这个也都通过关系，所以你今天是被困住，一个看到安排帮你了解我。可是呢，你这个讲，我一般就是说，其实他的同学不都给我，可是其实有4个，我们心里这样知道啊，所以我们自我觉察。当我们跟你讲这个很多文章的其实依然是有些世界不合理情绪，就是某1、2个让你感受过的其他人都是很委婉的所以我们不合理情绪。好，各位先生，后面不讲了，后面还有儒家思想对情绪的描述，我们大家自己看最后的 EQ 起来是什么样？这是我们理解的。第2个是 EQ 包括自主跟处理能力，所以一个人不会自我安置，处理自己处理不好，或者跟别人相处不好，这是 EQ 不高的表现。那所以下午我们快点跟大家讲就是如何
同学啊，跟大家分享的，你造成梦想就树立典范，所以成熟树立情绪，方面性教育是重要的哈。那今天后学再次感谢给后学这个学习的机会啊，祝福各位啊，我们大家都能够这个非常真诚、平稳的表达跟安置啊，适当处理他的情绪，而能够以身作则，创造一个天时地利加人和的一个成功国文大啊！祝大家，谢谢各位。那今天是的，今天的大学那。